呢個古怪動物園冇獅子、老虎、大笨象，但竟然有烏蠅同專收集糞便嘅糞金龜，仲會話你知肚裡面嘅寄生蟲可以有幾長。而家呢度就會有2個巴士嘅蟲喺入邊啊！不過小朋友睇嚟一啲都唔覺得核突喎。梗係啦，原來有咁多互動遊戲玩。我覺得好得意咯。咁學到啲咩㗎？學到咧要保護青蛙 BB， 學咗即係咧啲河馬點樣去邊度糞便啊，而且嗰個烏蠅點樣去食嘢咯。烏蠅就用腳嚟品嚐啲味道。算你啦，唔係淨係掛住玩。呢個其實係科學館最新嘅展覽《古怪動物園》，透過16組互動展品，介紹動物千奇百趣嘅古怪行為同特性。喺美國咧有一間策展嘅公司咧，其實就係以一本一個科學老師佢就寫咗一本嘅故事書，就以一啲非一般嘅動物，譬如話有啲令人覺得嘔心啊，或者好討厭嘅動物，譬如話烏蠅啊、蚊啊，或者一啲滑潺潺嘅青蛙啊為主題嘅呢一個展覽。但我哋相反覺得呢個展覽咧係好富啟發性嘅，咁可以啟發到好多小朋友，佢哋其實喺大自然生物能夠好多時和諧共處咧，其實各自有佢哋嘅生活習性，亦都有佢哋嘅求生本能咯。連忌廉哥都嚟湊下熱鬧，做嘉賓宣傳呢個展覽。我係甲蟲波波，我係烏蠅黑仔。為咗令小朋友更加投入，科學館會喺7月1號、2號同9號有特備節目《森林動物大派對》同奇趣動物旅行團。小朋友可以參與互動劇場，同動物大隊長玩遊戲，一齊探索動物世界。而展覽嘅展期就會到11月2號。